主，阮的上帝感谢你，互阮伫遮三甲学习你的恩典、你的祝福、你的扶持、你话语中的奥妙。愿你帮助阮，互阮因为看见上帝你伫阮中间所做美妙的工，通过侪侪的见证者，互阮知影你要甲阮同在，你要将上好的恩典赐予阮，是因为阮认捌你，阮恳求你，阮确信主你要伫阮中间。愿你将即款的话加在阮生命的美粮，互阮常常甲主相同行的中间，经历着丰丰富富恩典的人生。伫你面前，我要分享你的话，愿主你亲自甲阮同在，启示阮明白主你要对阮所讲的。感谢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今仔日老师用一个主题是叫做“淬炼臃肿的生命”。这个主题特别是要甲咱三甲学习的是，咱世间人大部分的生活，咱的人生，咱拢一个本性就是咱望咱活伫一种安稳、真舒适、真平坦，无有啥物困难的一款的生活的中间。若有啥物困难，尽量莫来；啥物操练，尽量莫。什么款的拖磨尽量卖，但是这款的人生，敢是咱一生要追求的人生，还是这是一定就是一个受祝福的人生呢？无一定。咱今日要透过约瑟的生命来了解，到底伫咱的人生中间，咱用什么款的态度面对头前的磨练、困境，还是挑战？咱大先读的是创世纪50章的18节到21节，咱就人知影约瑟的故事。检测咱较新的会友，你有机会来读创世纪，了解整个约瑟的人生。不过牧师是用约瑟伊所做的见证来甲咱印证伊所面对受操练的人生。小等下咱会当通过经节伫遮来学习吼。咱知影讲，约瑟的人生就是一个受淬炼的生命。什么款的意思呢？约瑟的人生充满意外，因为伊无了解家己的人生的地图会安怎排，人生的脚步会安怎行。但是，咱看到约瑟伊的结果，咱看见讲，伊是稳重着上帝满满的祝福，稳重着上帝满满的祝福。我看见一张咱的传的图片啦吼，这个图片安尼写讲安逸的生活无法度人孕育出顽强的生命。意思讲安逸的生活，你无法度人爱看到一个足坚强的生命。苦难的磨练，稳重着上帝满满的祝福。这段话，互我深深的感受到，亲像约瑟就是这款的人生。大家人嘛，只要安逸，都伫迄个人讲伫暖房内底，伫温室内底，伫完全拢无干扰的所在来成长。但是，这款的生活到最后的结果是甚物？有时颠倒，毋是咱所要爱。兄弟姊妹，约瑟虽然领受到上帝的异象啦，什么异象呢？细汉就看见异象啊！上帝予伊的异象是，哇，伊是这个。受人万人所崇拜、所敬拜，伊是高高在上的。伊阁真单纯，甲家己的感觉讲互别人听，特别讲互遐兄哥听。所以呢，伊领受上帝异象，但是毋知影上帝剧本啦。伊想讲，我都开讲讲的，猛讲，互兄哥听到，兄哥心内煞感觉讲，这个小弟实在是安尼，有够臭情的就对吼。伊敢若单纯领受这个异象，单纯甲讲出来，无拍算。伊的一生煞是坎坷磨练啦。意思是伊单纯领受上帝的祝福，伊想讲我就安尼讲出来，无拍算。伊先讲出伊的异象，也是上帝应允的时阵，伊是爱经历着一生真残酷的磨练。伊受伊的兄哥陷害，等伫井内。后来好佳在一条命捡着啊，互兄哥甲卖互遐个伫贩卖奴隶的人，遐个生理人，然后互人
掠去到伫埃及做奴隶。埃及奴隶，因为伊真认真、真拍拼，互伊的主人真甲伊安尼看重，毋过伊原是受陷害，互伊的祖庙陷害，关入去监狱内底。一连串，一直到伊做宰相啊，发生饥荒了后，伊才知影讲，原来上帝剧本是安尼排的。伊所经历到的，拢是磨练，是为着伊最后的目的，就是今仔日咱所读的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呢，经历到上帝的恩典的人才讲会出来。所以约瑟伊经历到淬炼臃肿的性命，所以也当讲一笑泯恩仇啦吼。兄哥对伊的陷害，伊竟然无有任何迄款报仇的意念，颠倒伊讲讹了上帝，化恶为善，拯救全家族迄款的感恩。咱若是佫倒转去原来迄个经文内底吼，咱人看见讲约瑟伊讲的话非常的安尼充满着迄个智慧甲疼心。伊讲遮个兄，伊遮个兄佫来伫伊的面前，拍伫伊的面前讲：“阮是你的奴仆。”兄弟姊妹，即句话你会印证着伊细汉的时阵所看见的异象所做的梦无？讲遐个稻果拢咧敬拜，遐个青拢咧敬拜。竟然遮个人拜伫小弟的面前，然后约瑟甲因讲：毋免惊，阮检体上帝嘛。是咧，伊安尼讲的意思是讲，遮个代志毋是我安排的，所以你毋免惊。遮个代志我已经看透上帝的安排啊，上帝剧本我已经看清楚啊。恁情的意思是歹，总是上帝意思是好。要保全侪人的性命，亲像今仔日，就是遮个犹太人因伫迦南地，因为遐侪冬的抗旱，就亲像咱台湾最近这2年拢无落雨水，迄是咱现代技术呢。迄若古早时代，真侪人都已经爱拄着真大的困难，因为无水是袂当生活的，无水是无法度人好耕作的。所以遮个约瑟的亲族拢搬徙去到埃及，为着要避免迄个饥荒会当食到一顿饱。所以约瑟搭伫遮做一个印证，报告讲恁情的意思是歹，总是上帝意思是好，要保全侪人的性命，亲像今仔日安尼。恁毋免惊。我要饲恁甲恁的囝儿，对安尼约瑟用亲爱的话来安慰因，免惊。兄弟姊妹，假使约瑟，伊若毋是经历了上帝对伊的操练，伊就无法度通坐伫埃及的宰相的位，伊嘛无法度通去了解讲原来上帝奇妙安排一步一步一摆搁一摆，在操练伊的生命，竟然是为着最后迄个。救因全家全族的目的，咱知以色列民族是历代拢经历真多迄款的苦难甲操练。迄若一摆无好势，今仔日就无以色列人啊，就无犹太人这个民族。也毋过上帝一关一关甲因引出，因为上帝伫逐个时阵兴起着伊忠心的奴仆，兴起着伊忠心的差派，所以欢喜来做伊的工。所以兄弟姊妹，这会人看见着用约瑟来做一个提醒最后咱要三角来学习讲，那安尼的话，你我的人生若是拄着苦难、拄着操练，你要安怎来面对？这是咱今仔日这个圣经互咱的这个主题。但因为伊有法度人一笑泯恩仇，伊有法度人。学了上帝化恶为善，所以伊就是诚做拯救全家族的这个工作者，伊一个受代表安尼。彼得前书1章60到70是咱拄则读的经节，伊是咧甲咱讲起着讲，咱经历过试炼，经历过艰难，
咱知影迄是暂时的受苦，是信心的考验，是亲像黄金经历火炼安尼。但即个用头前来讲，咱感觉讲啊，这拢是讲好听的啦。当你拄着艰难的时阵，要安怎去面对？要安怎去经历？迄才是一个关键。有的人未堪得迄款的操练，所以伊就退，伊就反悔，伊就离开，伊就倒退。啊，他圣经在彼得前书1章60到70安尼讲，为着安尼，虽然恁现在暂时也着受种种的试炼啊，心艰苦，恁着欢喜。意思讲艰苦的时阵哦，竟然用欢喜的心去面对啦。哦，迄态度就无共款啦吼，毋是安尼哀怨，毋是伫遐靠热，毋是伫迄个所在批评安尼。讲这是要证明你的信心堪得受考验。当然，彼得伫迄阵写批有迄个社会啊，甲当时的背景，啊，现在基督徒受到真侪的苦难，受到真侪的即个安尼迫害啊，这也是当时的苦境。也毋过，咱逐人会拄着的苦难甲操练是无共款的形体，也毋过迄款的意思拢共款。伊讲要证明咱的信心有堪得考验无，会当讲互火炼过，还佫会败坏金，佫较好过。意思讲金啊，火若佫较大、佫较旺嘛是会去扬起呢。但是咱的信心竟然会赢过即个黄金就对。好，所以通互恁伫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得到称赞、荣光甲尊贵安尼。那伫另外一则经节，伫表白讲，咱是上帝的工作，这是和合本的圣经吼。啊，工作咱知影英文的 work 嘛是作品的意思啦吼，一个作品的意思。即则经节伫遮，以弗所书2章10节，伊讲，阮原来是伊的工作，伫基督耶稣内面所做成的，是为着要互咱行好，就是上帝所有备叫咱行的。因为所书互咱的意思是咧，甲咱讲，咱逐人拢伫上帝的恩典的下面。咱知影讲，上帝亲像一个做肥仔的师傅，吼，圣经都安尼讲，做肥仔的师傅。啊，咱即个土伫上帝的恩典的下面，甲咱捏做一个形体。即个形体爱佫经过火来甲伊考验，烧，互迄个土的肥仔土变定，而且后来佫上迄个油，吼。啊，咱人看见讲，哇，迄个经，迄个过程是非常的特别的吼，非常会互咱感觉真大的考验的啦。啊，即款的考验原来是拢是上帝美好的工作吼，美好的工作啊！感谢主啊！咱知影讲，伫即款经历的过程的中间，咱经历的过程中间，看见上帝伫咱中间所做美好的应允。所以讲，咱是上帝的工作，其实就是咧讲，咱是上帝的作品啦。啊，咱是上帝的杰作啊！上帝伫咱身上所做，超过咱所求所想啦吼。啊，咱搁较爱有这种自信，讲咱是上帝手中的精品。啊，现代人因为消费愈来愈安怎讲，水准愈悬啦。啊，所以吼，咱迄个南方的迄个购物中心，拢做者精品店。哦，啊，咱是有时经过是看一下呢，毋敢行入去，因为迄标价拢安尼5万10万吼。但是伊有法度做出迄个精品，是因为伊有感觉迄个品牌的目的，也是讲品牌的价值。啊，咱基督徒若是有即款的概念，是讲我是上帝的作品，我是上帝的精品，因为伫上帝眼中，咱是唯一的。吼，迄个肥仔的工作，迄实是经过迄个过程是非常大的操练啦。也毋过，咱后来当出迄个炉了后，发现讲哇，迄个水都显现出来。咱教会啊，咱的正如老师啊，张正义老师吼，伊本身若要插花，啊，佫会晓做肥仔，啊，伊做的作品有展览过。啊，看到讲啊，那一个安尼简单的迄个肥仔图，会当变成遐尼水的作品。啊，对迄个特别是艺术家的眼光内底，感觉讲啊，即个物件
伊心内已经有即款的心思啦，但是到实现出来，佫有一个过程。咱若确实知影、确信、自信，讲我是上帝手中的精品，你就毋通看轻家己，因为有时一寡操练呢，有时咱看袂出来，就亲像约瑟伫受操练的过程共款安尼。兄弟姊妹，咱看见伫市面上迄出名的品牌啦吼，像迄苹果的啦吼，LV 的啦、Nike 啊，即款的，因白迄款产品吼，就敢若摆落去，你买就加足侪钱。事实咱台湾足侪人咧做迄个 Nike 的代工咧，伊做的产品就是 Nike 的产品，毋过敢若打迄个标签，伊就加贵足侪安尼。咱台湾足侪的经济拢靠苹果即间公司伫销售，因为伊若生意好，咱代工的吼就价伊好。毋过奇怪，一只迄个上新的迄个 Apple 的即个12的吼，一只安尼3-4万箍，毋过咱代工的吼，的利润才几箍银啊，所以就知影讲，迄个精品伫人的心目中吼，这咱毋是咧比较讲奢侈的迄部分啦，是咧讲迄个品牌所带来迄个影响力。所以咱讲咱爱用精品，真好啊！你都身躯有一款好的物件，但是呢，较重要是讲，我本身就是精品，我本身是上帝的杰作就对了。所以有人咧讲，你若是黄金吼，互人等伫粪扫桶内底嘛是黄金。因为捡起来吼，黄金袂减少伊的迄个价值。这是咱一个心态，也是对上帝所甲咱一个塑造的一款的生命。咱知影麦啊、甲皮啊、麦子跟稗子吼外观相共，但生命无相共。黄金甲黄铜看起来要差不多，咱足侪人讲迄金啊是假的有无？就看袂出来哩。毋过本质确实无相共。基督徒，咱常常讲，你得到这个信仰，你接受主耶稣基督，你就永生的活命。咱足侪人只敢若甲伊讲，我的永生是伫以后我这个世间结束了的开始。意思讲，迄精彩的一生吼，伫我现在无发生，你就无采你咧信耶稣啊。无怪有一寡人讲我就等我有一天吼，准备要死的时阵，再来洗礼就好啊。你就甲你的现在活伫这世间的一生无啥物关联啊。基督徒所以感觉我是特别受拣选的，我是一个精品，是因为对现在开始，我就是活出一个精炼的生命的款式。这款式是上帝所特别祝福的，就是约瑟的生命。伊虽然经历足侪坎坷、足侪拖磨、足侪试炼，也毋过伊竟然是成做一个拯救全家族、全民族的一个救星，迄种意思安尼。我有看见一个趣味的这个遇到故事吼，真有意思。伊讲做人爱亲像咖啡豆啊，咱最近台湾食咖啡煞已经比食茶较济啊，就对啦吼。逐个人拢爱早起一杯咖啡安尼。伊讲做人爱亲像咖啡豆，是咧讲什么意思呢？这咖啡豆足侪人闻到迄味香吼，拢受不了诱惑就对啦吼。足侪人爱食迄个黑咖啡。足侪人爱搁淋一寡牛奶吼，拢有你的喜好就对啦。伊讲是安怎讲人爱亲像咖啡豆咧？伊的故事是安尼来。伊讲咱伫个滚水内底落3项物吼。第一项是迄个菜头，咱讲萝卜啦吼，有红菜头嘛，有白菜头，拢差不多啦吼。第二种是鸡卵，第三种是磨好的咖啡吼，这3项安尼。伊讲这3项是什么意思呢？滚水甲放在内底，30分钟后，这3项物会变做什么就对啦。这故事安尼讲这3项30分钟了后呢，伊这个菜头萝卜吼，原来是定壳壳对无？咱咧切迄个菜头定定啊，咱落去水底30分了后吼。伊讲变做搁软搁烂啦，菜头就软搁烂吼，咱的猪先起来甲插一个，就
就开去啊，安尼。这是菜头。第二种是鸡卵，这个鸡卵呢，本来内底这个壳以外内底拢是流质的嘛，毋多壳掉就流出来啊。本来足柔软，但是经过烧水一个杀了久变做伊的蛋黄甲蛋白，拢甜壳壳啊。所以咱有时鸡卵话人无爱煮伤久，因为煮伤久会生甜壳壳安尼。这是第二种。第三种是咖啡豆，咖啡豆磨做粉了后，讲咖啡豆无共款。伊讲咖啡豆落落水内，互水来改变，毋过伊嘛改变烧水，水甲改变咖啡豆，咖啡豆嘛改变烧水。讲原来是安尼，冰素无味的白水白滚水，毋过去发出真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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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姊妹，互人真芳的芳味，是因为经过烧滚水烫过，咖啡影响到水，水也影响到咖啡。所以兄弟姊妹，伊咧讲的意思是讲，咱所住的这个社会啦，咱所身处的这个社会，就是亲像迄鼎烧滚水，迄鼎烧滚水真现实，佮冷漠，佮有压力、烦恼。不断的困难，大家人好像经过烧水烫过的意思啦但是咱来甲想，伊即个烧滚水现实冷漠压力，咱真艰苦。但是有时咱真无奈，因为咱虽然知影家己陷伫迄个鼎内无路通走就对啦。但上帝呢，互咱礼物，互咱一个礼物，就是你有选择权。选择权是讲，我要选择做甚物款的人。那用这个故事的意思讲，这三项互你家己做，你到是要做菜头，还是要做鸡卵，还是要做这个咖啡豆？伊讲，若是菜头就是亲像平常时开始感觉讲安尼自得意满啦，感觉讲家己足有自信的，毋过袂通经过现实的考验，慢慢烧水一个烫啊，软高去啊。意思讲，伊对命运来压头去，丧失希望甲斗志，嘛丧失了家己。这是罗伯型的，命运来打头的。第二项是鸡卵型的，讲被现实来同化，变做真冷漠无情，甜壳壳啊，对外口拢无啥物反应啊。原来伊是真足柔软的心呢，变作足定壳壳，无有较侪的空间去包容，去得到快乐。但即款的描述是一款的外形的表现啦，萝卜型会变软去，鸡卵变定去安尼。但是呢，只有咖啡豆伊找出适应的方式，改变家己的同时，嘛互环境变了更较好安尼。这是一个遇到故事，互咱知影讲。好亲像迄个烧滚水烫过你到底是要接纳伊，还是要拒绝伊？菜头甲鸡卵拢有伊适应的方式，只有咖啡伊甲水甲做伙，互水变甘变芳，伊家己也互人感觉受欢迎。所以有人就这个遇到故事讲即句话意思是讲，做人爱亲像咖啡豆啦，经历高温的淬炼。才有幸福的滋味所以兄弟姊妹，咱讲到这，就是咱学习讲，咱面对着亲像约瑟这款的操练的时阵，你是要选择做菜头，还是鸡卵，还是你要做咖啡？咱来改变，毋是表示家己失去，颠倒是互咱家己感觉更较快乐，互边仔的事物也甲咱对咱更较顺。虽然有挫折是难免。但是你有较大的气力去克服所以所有一切面对你我大家食同款的台湾的水、台湾的饭、台湾的菜，大家人拢同款但是只有一项伫咱生活上、伫咱生命顶端无相共的是咱的性格、咱的个性、咱的性格有改变伊面对的就无同款。
所以咱讲性格的改变，就是一个戏剧性的改变，这是真正需要经过磨练的。有人就问迄个巴菲特，咱知影迄个出名的投资的这个人讲股神就对啦。甲伊问讲成功的秘诀到底是甚物啊？巴菲特回答讲，就是性格。性格，问伊人真意外讲，敢毋是聪明，也是好运吗？你来讲是性格呢？这巴菲特就因讲巴菲特人家问讲是安那，毋是聪明，也是机运啦？伊是讲是性格，性格巴菲特因讲，人生是亲像一栋大楼啦，性格是中间的铁筋啦，性格中间的铁筋性格在决定伊的命运。这个巴菲特伊阁加进一步来讲，伊讲你的聪明甲机运就好像这间大楼顶面的水泥啦，看伫顶悬的，可能互你较水。咱知影有的大楼久也着爱拉皮对吧？看起来会较水啦，但足根基是迄个性格，就是迄个条甲铁筋安尼。伊讲性格是咧改变生命，改变你的命运。咱足侪人有捌读过咱的纸本标杆足侪人读过这段话。这段话就是伊的描述无共款，但是意思共款。伊讲你亚落一个行动，你就修成一个习惯；你亚落一个习惯，你会修成一种的性格；你亚落一种的性格，你就修到你的命运安尼。兄弟姊妹，咱特别是你人生经过一段阶段了，你会发觉讲，这个话正讲到咱的痛处啦。因为咱逐人拢嘛希望我的人生是精彩，我的人生是充满着这个有活力的。但是常常到最后影响咱的，毋是你的学历，毋是你的机运，毋是你的聪明甲知识，是你的个性。你的个性有法度通坚持无？你的个性面对着操练，甚至约瑟拄着即款的操练的时阵，你有法度通继续坚持，相信上帝的引带无？所以兄弟姊妹，性格要安怎改变？咱常常咧讲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啦，有影。特别拜五我拄也有讲起着即个潘荣龙牧师，伊本身就是一个生物科学的学家呢，伊是用足现代的科学研究在印证这项事。讲人对祖先遗传落来足侪，互咱感觉讲无法度通改变的物件，到底有影无啦？宋香会遗传迄个跋筊啉酒暴力也遗传啦。听起来互咱感觉足着惊，讲这个咱开垦伫一个无共款的环境，哪会安尼？伊咧讲迄种表观遗传，会伫咱无形中传到子孙内底。只有靠着信仰，才会当改变；靠圣神的开力，才会当改变；靠着圣神的能力，甲咱信仰的实践。所以讲，即个黄牧师咧，甲咱鼓励讲，你毋通掠做你来做礼拜是一个安尼社交的活动，你唱歌吟诗安尼，也要唱也毋唱安尼，互别人唱就好，毋是咧。伊是讲，当你投入专心敬拜阿拉，你迫切祈祷，你呼求上帝的改变，因为主耶稣基督就是中保，主耶稣基督伊的保护，才会当改变你原来改变袂到的。咱有时看见咱家己的性格，永远有迄个软弱，感觉讲我哪会安尼？哎呀，我的罪性无法度通改，请会记得，伫主的内面。咱要受创造真做听头生的人，就是因为圣神的开力伫咱中间在做工。兄弟姊妹，伫咱一首旧的迄个少年诗歌内底，有这段诗少年时代咧唱足印象足深。这个诗歌伊叫做恋我越精啦就是讲，令我愈亲像精品迄种感觉安尼。伊讲，即只经节有一句话，即只诗句，伊讲：你若无
甲迄个橄榄缀甲亲像迄个泡安尼，伊就袂当成做油啦。橄榄爱刻互变油。我会记我囡仔时代吼，阮庄骹还阁无有啥物沙拉油，无啥物油，拢是爱有土豆油啦。啊，土豆油吼，拢都爱刻土豆吼，去互师傅甲咱吹互熟。啊了后吼，用迄个稻草，也是啥物草，甲包起来吼。咱捌看过，啊包了吼，啊拢包做一块饼，啊然后互迄师傅吼，甲刻迄个油，迄个粉，迄个土豆饼就对了。啊，刻到最后，拢打，迄油啦滴在下骹落来。橄榄就是安尼，橄榄油是安尼刻的。伊讲你若无炼迄个哪达，诚做膏，哪达油啦吼，伊就袂互伊互伊芳。啊，这是咱对这段诗歌吼，咱真侪人爱唱。伊阁有后壁的话，伊讲你若无甲葡萄倒入去酒榨的所在，伊就袂当成做酒。主，我这个人是毋是也爱受你许可的创伤？迄个副歌安尼讲，伊讲每一摆的打击，拢是真利益。假使你收去的物件，你用家己来代替。如果你收去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小等下，咱要吟是首结束上映的诗歌。因为这个诗歌有3、4节有时咱伫上映的阵较少唱。毋过即则圣诗394首，咱较老辈会友拢会晓唱。讲即时礼拜得要煞，唱了真有意思啊！第4节安那唱咧？咱兄弟姊妹，毋知你会晓台语对牧师来读一遍好无？吼，对牧师来读一遍。第4节来，经过亲像落花路，世间艰苦无实质，天堂安乐永福去。兄弟姊妹，经过试炼啊，经过亲像黄金落花路，即句话真侪时代，足侪咱的长辈足爱读，足爱唱。有影，试炼足侪人拢想要离开，无爱。人生足侪苦难，拢想要闪。人讲要避即款的闪避即款的操战。事实咱若讲伫生活上，比如讲咱叫囡仔爱读册、爱拍拼、爱认真，拢足侪操练，拢是对你当时来讲是足歹过的，就对啦。但真奇怪，有的人甲伊食苦当作食补的时阵，感觉讲哪操练有进步，迄种的快乐赢过迄款的艰难。我足欣赏遐个爱爬山的兄弟吼，伊咱遮爬山吼，讲起来是讲安尼无闲无聊，佫排重咧做艰苦，看起来足无聊。毋过人爬山的人是足快乐，你敢知？伊愈流汗愈重，咧爬山路，伊会感觉讲哇，伊的烦恼拢无去啦。啥？就是讲足侪人会用真侪迄个肉体上的操练、流汗、艰苦、喘，来换到一个新的突破。有的人雕工石头路休半冬，走去中国迄戈壁就是沙漠对无吼？因拢会训练一个活动，就是讲对遮经过像咧马拉松安尼走到终站，我办一个证书互你安尼。咱教会嘛有真侪兄弟爱走马拉松啦吼。你讲足侪人讲马拉松咧走吼，安尼遐无聊安尼喘到要死是要安怎？其实咱人拢有迄款突破困难的心智。这个困难对你超越有帮助无？若是你的生命是经过上帝的操练，你要真做是一个受祝福的人生，是一个亲像约瑟来救人的人生。救家族的人生，你是要真做一个足正人的祝福的时阵，你会发觉讲，即款的操练甲磨练，经过淬炼臃肿的生命，才是一个受祝福的生命。